迎接新的一冬，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特别举办天文派对，当天为有奖征答到自制的闯关游戏，拢离袂开天文看星空，还佫有 DIY 制作火箭筒，非常的趣味。这也是我们学校校本课程的特色的延伸。每年在这个关心跨年呢，我们也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来我们复兴国小来体验天文课程。活动举办到今已经第16冬，每一冬拢相当特别，会传达关心基本知识，请学生讲解四季星空，回顾精彩的天文现象。最后，请师生摕着荧光棒来看年，迎接2024年。今年是我第3年参加地科馆的跨年活动，我觉得这里的闯关活动可以让我们的知识更加的发展。今年是我第3年来参加地科馆的跨年活动，每一年的活动都既多元又丰富，让我每次都收获满满。在学校成立的时阵，就建伫府城独一无二的地球科学教育馆，逐档扩增设备，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，已经成为天文素养国教化的第一品牌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